米迦书第1章，下面是上主对摩利色人米迦启示的话。这是犹大王约坦、阿哈斯、希西家煞接执政的时，米迦所看见有关撒玛利亚甲耶路撒冷的异象。先知唱哀歌，万民啊，着听！全地甲所有踮伫迄内面的，拢着注意听。至悬的上主要对伊的圣殿指正恁的毋对。看咧，上主要对伊住的所在出来，降临，脚踏伫地悬的所在，前山画伫伊的骹下扬起，亲像蜡拄着火，山谷袂裂开，亲像大水冲落山坪。这拢是因为雅各的罪过，因为以色列家的罪恶。雅各的罪过是甚么？兼毋是撒玛利亚。犹大的罪恶是甚么？兼毋是耶路撒冷。所以我要互撒玛利亚变做荒埔，成做土堆，做种葡萄的所在。我要将伊的城墙车落去山谷，互伊露出地基。撒玛利亚雕刻的偶像拢未受拍碎，伊做长期得到的财物会互火烧去。我要互所有的偶像变做货物。撒玛利亚做长期赚的钱，会阁互人摕去开伫长期的新墙。米迦讲，因为安尼，我大声哀哭，赤身裸体行来行去。我要嗷叫，亲像豺狼，哀哭亲像刀鸟。因为撒玛利亚的伤未医治，已经探到犹大，到我子民的城门口，甚至探到耶路撒冷。对敌逼近耶路撒冷，毋通伫加德宣传这个代志，嘛毋通啼哭，着伫逼阿弗拉的尘埃顶过来过去。撒斐的子民啊，因为赤身裸体见笑；撒南的子民走袂出来。逼以色列人哀哭，因为因失去因所倚靠的。马律的子民迫切期待解救，因为灾祸已经对上主遐来到耶路撒冷的城门口。拉结的子民啊，得将战车套伫快马，准备逃难，因为你学以色列背叛上帝，带锡安的子民犯罪。你得用礼物甲摩利色加德送别。以色列的君王会互阿吉色家骗去。玛利沙的子民啊，我要带征服者到你遐。以色列的贵族会逃走去阿杜兰。犹大家啊，得为所疼的儿女剃家己的头，剃甲亲像兔头鹰光光光，因为因拢受放逐离开恁。